在年假期间，真侪医疗院所拢休困。今年6都拢有的轻急症中心，为初一至初四拢有提供服务。也那全台湾差不多4000间药房到初四进前拢有正常营业，希望会当保障民众就医甲用药的需求。 北环地柜台完成检查挂号，续来以科别去看诊。旧历10月初1礼拜日甲固定假日，轻急症中心 UCC 开门看诊。我觉得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如果去急诊，说实在，但是费用相对就比较高，而且不一定符合可以看小朋友。就觉得也蛮方便的，不然一般大医院如果是急诊，是不是这个时间也是很忙？ 都因为去年春节急诊踢到状况，卫福部今年推出真侪项政策应对。UCC 为初一到初四连续看诊，第一线医师表示，看诊病人明显增加，可能有多个2、3倍左右吧。对，因为平日的时候诊所可能就还是会有营业嘛，但是因为在过年期间诊所没有开，所以就我们这边的需求就比较大一点。那我们看去年的最高峰落在初二，是大概在45000人左右。 好，所以这个量能上，我们还要再观察。除了就医看诊，春节期间民众也会当到社区药局请求帮忙。对，就是觉得这样很好。那年前比较忙嘛，在自己也比较忙，然后他们这里也比较忙，所以就出一个来。 卫福部鼓励医疗院所春节提供服务，部分药局为年到暗到初来营业，药师服务费加成30至100%，统计为6日到初四，比去年同期增加800至1400间，带动我2倍看诊量，全国达到2000至4400间，春节照常提供服务。 有，这今天其实还是非常踊跃的，因为连假长达9天，包含昨天除夕，其实昨天也是有几十个民众来药局买，像感冒药还有肠胃药的状况。第一线药师提醒，民众若有慢性病用药需求，春节期间有外当提慢性病药单去药局领药啊，确保用药袂中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